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咱国内家己研发来对抗病毒的中药清冠1号。卫福部是开放予轻症到无症状的居家照护者会当免费来使用。确诊的民众会当向全国1000多间的中医诊所用视讯来看病，经过医师的评估，若适合服用这个清冠1号，就会当请家属去领药啊。 免钱。今仔日中医专联会召开着记者会，教大家安怎透过视讯看中医领药啊。另外，这个高风险的族群，经过医师评估了后，嘛当领这个清冠1号来服用，事先来预防。新冠1号，赞！ 包括中医师工会、卫福部中医药研究所的医师官员徛一排，学了治疗新冠的中药清冠1号赞。轻症居家照护民众愈来愈多，来教大家免怎用网络看诊领中药。第一个，你就直接打电话到视讯诊疗院所，跟他挂号，我要公费清冠1号的视讯诊疗，找中医师帮你看诊，好，然后再开药，好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办，或是不晓得电话，那就到 22个县市的工会打电话去问。上呼吸道就是发生特别是咳嗽跟喉不舒服，压在某个医院帮我转介比较快速。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吃了6天，我自己感觉是咳嗽的情况已经好蛮多的。 民众有专职病院或者是卫生局转介，即摆全国1000多间中医诊所配合网络看诊，医师开药了后，10天做一个疗程。今年李研究昨嘛伫咧人民册铺文讲，确诊了后，伫咧防疫旅馆食清冠1号了后，肺部真正有较爽快。不过即摆伫咧市面嘛出现摕清冠1号当做预防药啊，安尼敢真正会使？好比说，他可能我都会到大众的一个场所去，那这样风险相对的高的情况之下，那我相信，如果说在预防性的投药，一定有一定的效果。我相信那个剂量可能可以减轻到，比如说有中医师来评估了一天或许1包就足以。瓜府用讲，除了食药啊，呼吁民众预防下爱做好做满，因为治疗较需预防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